本案以現代簡約為基調，透過木紋、石材與暖光層次，塑造一個沉穩有質感的生活空間。客廳電視牆以淺色櫃體結合木飾面，透過對稱構圖與燈光留白，建立清爽而穩定的視覺重心。大廳採用開放式佈局，客廳與飯廳自然銜接，令視線更開闊，亦提升日常活動的流動性。天花以弧角及燈槽修飾，配合線性燈具與吊燈，令整體線條更利落，同時帶出柔和細膩的氣氛。睡房與衣帽區延續同一套語言，以淺木、米白及暖灰作主調，令休息區更加安靜舒適。床品以米白、灰杏、深啡等層層遞進的色彩組合，營造柔和而穩定的休息氣氛。床架、收納櫃與展示層架一體化處理，令空間更加整齊，亦加強生活機能。浴室則利用大面石紋磚、對稱鏡櫃與間接照明，營造酒店式的舒適感。整體設計注重材質平衡、比例控制與光感鋪排，讓單位在實用之上呈現出溫潤、內斂而內涵的居住質感。